后来乡亲啊，这个轿车嘛是封起来的空间，这轿车要安怎来防疫呢？医师来建议开车窗互通风，乘客甲驾驶上好拢爱挂喙罨，还佫有迄个窗环吼，上好爱消毒。开车上路是车内嘛算是密闭的空间，这之间的距离若是伫1公尺以内密闭空间的传染风险悬，要安怎避免呢？第一嘛是上重要，就是爱开窗啊通风，降低烂手传染的机会。那一侧的窗户如果摇下来的话，那个风吹下来，其实是可以把这些有可能这个危险性的这个飞沫把它吹掉。把窗啊架落来较通风，用做半开放式的空间，空气嘛较流通，互病毒量下降，嘛降低车内有害物质的浓度。不过上好也是挂喙罨，才是完整的防护。开车的时候，适当戴口罩，全程戴口罩是很重要的。乘客位置或者是 C 位置的地方都要消毒哈。最重要的还是要戴口罩跟洗手。车内尽量唔通黑白囤物件，放啊一大堆，像这娃娃，还有毛毯，可能会染病毒的物品，嘛会使更换这空调的离网啊，增加车内换气效率。但是上重要也是上车落车进前咧，拢一定爱洗手，或者消毒，互防疫工作更加完整。